较伟大，今仔就是你唔答应互伊带中原彩礼，今仔日哦，伊才会起笑。只要你愿意，你甲伊一声好，我答应你，我有你带中原的彩礼，伊会变随好，你相信我。你是讲我唔答应伊受了刺激？对，啊你若唔答应哦，伊就笑落去啊，笑一世人啊啦，你的踪迹无通好传我啦。若答应真正会。紧的啦，讲好就好啊。兄弟啊，我跟你讲，你注意听哦，父王答应你带迄个中原礼。你莫骗我，我叫你来准备。兄弟啊！感谢你，我嘛来准备。兄弟啊！哎呀，这兄弟真是太乱来啊！为了要逼我答应你带迄个中原礼，所以甲伊安尼串通你啊！想袂到我竟然中着伊的计计，嘛无法度。既然我已经答应你，只好予伊去带迄